信與跟從。路加福音18章35至43節，新漢語。耶穌走近耶利哥的時候，有個瞎子坐在路旁乞討。他聽見有一群人經過，就問是什麼事。有人告訴他，是拿撒勒人耶穌經過。他就喊叫說：大衛之子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在前頭走的人責備他，叫他不要出聲。他卻喊得更響：大衛之子啊，可憐我吧！耶穌停下來，吩咐人把瞎子帶到自己那裡。他走近，耶穌就問他：你要我為你做什麼？他說：主啊，我要看得見。耶穌對他說：你看見吧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那人立刻看見了，就跟隨耶穌，一路上頌讚神。全體民眾都看見這事，也讚美神。一個喺路邊討飯嘅瞎子，因為信心就唔顧他人嘅阻攔，一再呼求大衛嘅子孫耶穌，求佢憐憫施恩，結果得着醫治，重見光明。我哋讀到呢一個故事，或許因為熟悉而感到好平常，淨係睇佢為係耶穌所行嘅眾多神蹟之一，就好似當時喺在場嘅群眾咁樣，亦都會因為看見奇事而讚美，卻係未必真正嘅體會到其中嘅深意，亦都冇引發任何生命嘅改變。然而呢一個瞎子就唔同啦，佢不僅係得見光明啊，佢個心靈嘅眼睛亦都明亮咗。佢認出耶穌係彌賽亞，並且係得醫治後就毫不猶豫嘅跟隨耶穌，用一生頌讚嚟去回應主嘅奇妙大恩。讓我哋都設身處地去思想，若果親身經歷呢一個偉大作為嘅係我哋會單單停留喺一時嘅驚嘆，還是會用生命嚟去回應呢一份恩典呢？瞎子嘅信心係不在於看見，而係在於聽見就信。佢個呼求唔係出於無奈，而係出於對主權柄嘅確信。佢蒙恩之後嘅選擇，更加顯明真信心必然係伴隨着行動嘅。佢唔跟從佢所認定嘅主，仲會跟隨誰啊？願我哋亦都能夠效法咁樣嘅信心，喺未見之時就勇敢呼求，喺蒙恩之後就堅定跟隨，讓信仰唔僅僅係一剎那嘅感動，更加係一生嘅持續嘅委身同埋頌讚。